10年前咧，我哋有一個重要嘅概念，就覺得未來係屬於青年呢個概念，促使我哋咧就成立青年創業庫，就希望通過呢個平台咧，聽到青年嘅聲音，青年對社會建設嘅聲音。呢個平台10年前開咗，我覺得係非常之有用，能夠聚集到咁多年青人為香港社會做貢獻，為國家做貢獻。咁我好希望咧，大家喺呢個平台入邊咧學多啲嘢，貢獻多啲。主角係邊個？年輕人，一定係年輕人，站在台前嘅年輕人，發表意見嘅年輕人。最後將呢一個所有議題、我哋嘅創建、我哋嘅建議全部傳播出去嘅，全部都係年輕人。